哇，大把世界撈啊！高鐵站、大型商場就喺你屋企樓下，呢個站不得了啊！18分鐘去廣州南，90分鐘就可以返到香港西九龍，而且呢一個呢，就係全中山數一數二嘅大型商場，聽講蘭桂坊都開喺呢度啊！我身後呢個就係甲級寫字樓啦，你話有幾近？依家商場、地鐵、甲級寫字樓真係喺你屋企樓下，40萬就可以攞低我身後呢個屋苑啦，投資自住完全冇問題。Nice。就係呢個單位啊！而家講緊40萬就可以攞低我呢個上下2層嘅複式單位，而且一入門口，廁所、鞋櫃全部都幫你做好晒㗎，而且仲要呢個單位係帶埋獨立嘅露台俾你啊！喺呢度煮飯食飯完全冇問題啊！而且呢度一份投資2份收益，1層1個單位租1000蚊一個月，完全冇問題，租金回報率高達6%。你可能會問，係咪真係有咁高啊？呢度係千億產業嘅重鎮，英雪、奧馬、長虹、TCL 嘅總部全部都係喺呢度，你嘅租客問題全部幫你解決晒。感興趣嘅即時 call 我睇樓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